首先，我哋要多謝我哋嘅老細鐘家豪老部長，娛樂圈好出名幫人剪頭髮嗰個啊。不過近呢幾年我躲臭咗啦，所以就轉行帶團去珠海。這個是他5星級的家，喺珠海創意園咯。這個就是他的姨奶啦，站上家裏的桌子上跳舞給老公看，你睇清楚啊！係啊，唔係咁普通噶，淨係企喺邊個人嘅面前啊，對住個頭去跳噶，跳跳下咧會蝴蝶批嘅喎。你唔知咩係蝴蝶批啊？哎呀，咁你要繼續 follow 我哋咯。你唔知咩叫蝴蝶批，因為啊唔去珠海啊，唔知精彩啊。學阿老高中話齋，心中有沙，哪裏都是綠洲；心中有珠海，哪裏都是珠海啦。精彩嗎？精彩，不過精彩仲有陸續有嚟啊！呢個好短咋，只係前半橛啊！哈哈。首先，我哋要多謝我哋嘅老細。